道基法係一間好有歷史嘅學校，亦都咧坐落喺觀塘區。咁呢一部分咧，我覺得好有親切感。咁咧就因為追溯起我小時候嘅時候咧，我嘅幼稚園就正係喺觀塘區讀書。咁所以我印象嘅時候，我記得喺小山丘上邊就有一間禮拜堂，亦都有一間學校。我係81年畢業嘅，都好耐歷史㗎啦，已經係。反而我諗就係冇變嘅，就係即係因為我哋係細學校啊，我哋2個班啊，咁同我以前一樣啦，老師同埋同學之間嗰個關係好 close。喺基法小學讀書嘅時間咧，我係開心嘅。你知道童年時光都係活躍嘅、快樂嘅，同埋係真摯嘅。如果講基法同我日後創作嘅關係，我覺得係啲美勞堂咯。係啊，我係覺得我喺基法度過嘅6年歲月係好回味無窮嘅，好快樂，係啊，培育咗我對一啲畫畫啊、視覺啊、勞作呢方面嘅創意。我覺得都可能係源自呢個小學時候呢啲美勞堂嘅養分啦嚇。藝術科嘅畫畫咯，就係因為細個嗰陣時候唔係好識用顏色筆嘅，然後咧就一直用鉛筆呢啲畫畫啦。然後咧我咧因為一直用鉛筆畫畫，所以而家習慣咗，所以就慢慢學素描咯。我唔記得，因為年代久遠啦。咁但係分分鐘我同佢嘅經歷都係曾經喺呢個班房上過堂咯，好奇妙啊！而家靚咗好多啊！我覺得教育喺呢個社群裏邊係好重要咯。學校嘅價值係在於佢能夠係包容唔同嘅同學，能夠係令到唔同嘅同學咧，能夠係喺佢嘅基礎上面發展，就諗到創新呢個意念啦。嚟基法嘅時間啦，最初頭咧咁其實都冇乜特別嘅感覺，但係當話係 confirm 喺呢度嘅時間，個感覺就係呢間啦，就係呢間嘅時間咧入到嚟咧，就將我自己所學到嘅嘢啦，甚至乎以前中意玩嘅嘢咧，就擺喺呢度，用喺教學入邊，讓到孩子咧即係喺玩入邊去學習啦。咁呢個就係我自己最想做到嘅嘢。我諗而家呢個年代，任何一樣嘢，即係任何一個興趣都係即係對於個小朋友都係好重要啦。即係我哋成日花好多時間係希望去發掘到一個小朋友嘅興趣啊嘛。咁我相信基法小學作為一個傑出嘅學校咧，係能夠充分令我領會到教育嘅一個其中好重要嘅維度，就係我哋叫做係因材施教，同埋有包容性嘅一種嘅卓越嘅教育。正就係60年，我哋喺前邊，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，佢哋係參與咗基法嘅發展啦。今日大家見到嘅基法，我哋係承繼緊前人俾我哋嘅一啲嘅祝福。希望未來嘅60年，我哋能夠有更多嘅基法學生可以投入我哋呢個社群，繼續服侍我哋嘅社區、我哋嘅社會，甚至我哋嘅國家。另一方面啦，嚟緊個世代其實變化得好緊要，知識仲係咪咁重要呢？因為 AI 已經存在咗啦，咁所以其實未來嘅世界，孩子能夠識得解決困難，我覺得係先至係最重要嘅技能嚟嘅。舊年開始啦，我哋就將個課程慢慢變革，讓到孩子能夠攞一啲新嘅工具擺喺個學習上面，解決佢自己嘅困難。呢個先至係今天我哋最主要任務，所以其實我好希望將來基法都能夠即係培育到一班嘅同學仔係 future ready。祝母校咧係蒸蒸日上，繼續咧成為香港嘅卓越嘅學校。基法小學生日快樂，讓我哋謹記信、望、愛。祝我嘅母校基法小學60週年生日快樂！祝佢生日快樂，然後一直喺度教到人咯。即係祝福我母校啦，嚟緊70年、80年、90年、100年啦。我祝願咧基法小學未來有好多個60年，繼續咧發光發熱，為孩子咧繼續去創造好多 future ready 嘅人。